如果你10年前錯過咗南昌站會曬，今次一定唔好錯過。華潤發展商嘅銳景，我哋今日嚟睇睇呢個示範單位。預計第一期嘅關鍵日期係2028年11月25日。項目坐擁西九規劃商業優勢，國際商業地標林立，配合星級酒店、文化娛樂設施，容納1000萬尺商業零售飯店配套。今次為大家展示嘅係3B 座28H 單位，精裝設計，入門口做咗個鞋櫃。此單位實用面積為473平方尺，相等於43.971平方米。層與層之間嘅高度可達到3.15米，高度更顯空間感。兩房間隔以自然風格為設計主題，將大自然嘅元素貫穿一室，營造自然時尚嘅氣氛。設有電子門鎖，支援指紋、密碼、感應卡及藍牙解鎖，為住戶帶嚟智慧及貼身嘅保障。廚房牆身同台面改造咗一個雲石設計。今次發展商仲好細心，可以讓買家們自行挑選要用明火定係電磁爐。櫥櫃都有3副顏色可任君選擇，處處都有充足嘅收納空間。客飯廳分明，3合1工作平台，並設有戶外充電插座，在家中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自在使用電子產品。浴室設計採用乾濕分離，明廁通風，絕對加分。電梯大堂非常之寬敞，會所設施有自動發網球機，一個人都可以練下波啦。最特別係全港首個會所設有冰浴冷療室，有效減少運動後肌肉發炎同發酸，提升血液循環，提升多巴胺同埋身心嘅韌力，簡直係業主福利。好多專業運動員都經常浸冰浴㗎。戶外露營區可以同愛犬一起放鬆放電，喺自己嘅會所露營真係好正啊！燒烤區約埋一大班朋友嚟歡聚就最適合不過啦。兒童放電區，小朋友都可以喺呢度健康快樂成長啊！項目位於長發街西、深旺道、麗康街，步行數分鐘可直達 Band 1男校英華書院及一條龍直資學校聖瑪加利男女中小學。鄰近樓盤，租金回報約70蚊尺。關注我的都發財咯！